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明珠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客话》。今日你来到庙里嘅参茶，我来请客家嘅武警罗菜布。呀，罗菜布并只酒只香唔掂么？到底两杯嘅罗菜布并几酒呢？跳下来嚟看下。阿哥，單叫冇看到咧。當叫看哦。哇，呀羅菜布很香哦。哦，香呀吼，22年了。20多年嘞，你阿就會客家嘅武劍吼。可以試看看嗎？做的是啊，會不會很鹹呢？也一鹹哦。會回甘，對不對？當甘啦。來吃看看。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。香香的呢，在喉咙里面会转干哦。哎，会。有一种说法，就是人家呢，以前啊，客家人比较辛苦的年代，没有办法呢，就是准备嫁妆啊，给自己的小孩，所以在小孩出生的时候，会来腌一个萝卜，然后等到他结婚的时候送给他，就当是一个传家宝这样子，因为这可以一直放下去，而且会越放越值钱，不用再丢点香啊。越久越香。对哦，懂章对哎，客家人的智慧就在这里。阿姑，这可以拿来做什么料理呢？呀，可以煮鸡肉，你没做的？煮鸡汤。煮鸡汤啊，跟没煎肉笋的。一听很懂章的，对不对？懂章哦。客家人的智慧，客家人的黑金，两个罗菜布不用点酒点香哦。这个老菜脯啊，真的是放越久越香，好好吃哦！在这边，明珠带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认识的新单字哦。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多久，几久，几久。第二个就是香，香，香。第三个就是老菜脯，越陈越香。老菜脯不用只酒只香。老菜脯不用只酒只香，这个老菜脯真的很棒，很下饭哦。下一次来试试看吧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